每日加劇鬆弛皺紋問題，就係因為護膚嗰陣做咗以下3件事，淨係用少少份量，大份量上面，但係唔點開，只求搽勻，唔理手法，效果大打折扣，浪費護膚品事小，加劇肌膚原有問題，咁就大件事啦。今次就分享正確護膚手法，洗面後唔好等水分自然吹乾，呢個時候會帶走肌膚自身水分，導致乾燥掹緊，影響護膚品滲透效果。立即搽返爽膚水，幫助補水，打開吸收通道。唔好用力拍嚟吸收爽膚水，輕拍輕壓就可以啦。過度拍打反而容易刺激肌膚。唔好用拖拉方式塗搽眼霜，以免破壞彈性纖維，加速細紋形成。應該用美容手由內向外輕輕按壓，加強吸收。按瓶精華，唔好過分用力同埋來回摩擦，避免捽出擦紙膠碎。要向上塗搽，由下而上，由內而外，幫助細小分子順住毛孔吸收，提升吸收效果，提拉緊致肌膚。乳液面霜先用手部溫度輕輕溶化，溫度可以促進活性成分滲透，令產品更柔軟、更容易推開，包覆成塊面部，可以更好咁樣鎖水保濕。每一個護膚品都要向上塗搽，肌膚會隨着地心引力自然向下垂。向上塗搽可以起到逆重力嘅提拉效果，幫助淡化頸紋，提升緊緻感，減少因下垂而造成嘅紋路加深。護膚嘅關鍵唔單止係護膚品，仲有正確手法，令每一滴護膚品都發揮真正功效，減低肌膚負擔，識得精準護膚，產品功效加倍㗎。